今次同大家介紹下港鐵推出嘅1:160M 車列車模型系列。架車雖然細細㗎，但係好多列車零件都好有心思咁呈現晒出嚟。今次官方一共推出咗7個版本，啱晒唔同買家嘅需要。包括車頭展示版、新手優惠包8卡車廂連控制器、新手套裝3卡車廂連控制器、玩家優惠包8卡車廂、擴充套裝5卡車廂、基本套裝3卡車廂、金裝車頭首發限量版。因為屋企空間有限，所以入咗車頭展示版。隨住新信號系統啟用，荃灣綫全線輕車行走嘅時代已經打破，亦都加速咗其餘 M 車退役嘅步伐。